靈修分享日期2025年10月24日，經文撒迦利亞書9章9至17節。謙卑又公義嘅王將要來臨，施行拯救。佢向列國傳講和平，佢嘅統治直到地極。上帝將以猶大作為拉開嘅弓，以法蓮作為弦上嘅箭，攻擊佢哋嘅仇敵。上帝拯救佢嘅百姓時，佢哋將如寶石般喺上帝嘅土地上發光閃着，並且亨通。今日我哋基督徒亦係上帝拯救嘅百姓，我哋亦如寶石咁喺上帝嘅土地上發光閃着且亨通。確實，只要我哋按照聖經教導行事為人，我哋必然喺地上為鹽為光，見證上帝嘅作為，並且我哋時時亨通。不從惡人的計謀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不坐傲慢人的座位，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他的律法，這人便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，按時候結果子，葉子也不枯乾。凡他所做的，盡都順利。詩篇1篇1至3節。阿們。